曼聯消息，阿摩廉睇到過曼聯今個賽季嘅失敗，即便歐霸盃奪冠，亦都難掩頹勢啊！所有人都知道呢個對於我哋嘅賽季非常之重要，冇咩能夠拯救呢個賽季啊！但係呢座獎盃可能為帶嚟巨大嘅意義。阿摩廉對媒體都表示到，贏得一座獎盃並獲得下賽季嘅歐冠資格，可以改變好多嘢，甚至乎影響下季轉會啊！而據報道艾馬迪迪亞路同埋迪列治將唔會對住畢爾包首回合比賽當中首發，預計會喺對陣賓福特嘅比賽當中獲得比賽時間。而呢次歐霸盃，曼聯係帶咗比平時更加龐大嘅陣容，因為佢星期四晚對住歐霸盃呢邊嘅畢爾包過夜，而星期五亦都會喺呢一邊進行訓練，然後喺北京時間星期日嘅晚上21點將會迎嚟客場嘅賓福特比賽。而曼聯官網消息，曼聯將於8月9號喺主場對住費倫天拿進行25到26賽季最後一場嘅季前賽。而迪基亞過去為自己老東家曼聯效力咗長達12年嘅時間，為球隊出場545場，零封場次達到190場，佢好有可能喺呢一場嘅季前賽當中重返奧脫福啊！